20萬喺香港連個廁所都買唔到，但係呢一度20萬首期就可以擁有一間淺水灣級別嘅南向全海景樓，無敵嘅海景雙會所，超高嘅實得率，屋企門口就擁有接近200萬尺嘅海岸線公園，落街散步仲方便過你去維園啊！呢度唔係一個夢，而係你觸手可及嘅灣區第二人生。呢度係海柏灣。海柏灣坐落喺珠海情侶路1.5公里嘅黃金海岸線頭排，坐響南向一線無遮擋海景，周圍嘅配套已經非常成熟。由香港出發，一集 TVB 劇嘅時間已經返到屋企。咁珍貴嘅地段同埋環境，梗係要交翻俾啲一流設計師啦。蘋果總部、香港匯豐銀行總行嘅設計師，英國福斯特建築事務所參與海柏灣前期設計規劃，定製弧形藝術外立面，唔單止為咗靚，更令每一戶嘅海景視野都更加開闊。佢呢度真係好明白我哋香港人嘅喜好，知道我哋中意通風，就設計南面望海，通透對流。知道我哋最緊要靚景，最大嘅海景面去到12.4米，夠晒開揚。知道我哋中意同朋友聚會，就打造雙會所。今日就由我帶你全方位睇呢個專為港人度身打造嘅海景樓。歡迎返到你嘅海景屋企。呢一個1227尺嘅單位，基本上屋企任何一個位置望出去都係無敵嘅海景。尤其係呢一個180度嘅環幕海景露台，深港珠澳4城嘅風光一次過擁有。喺呢度，海就係你屋企嘅背景，放眼成個大灣區都好難揾到對手。呢一個係全新升級嘅1012尺單位，實得率去到90%，多出嘅空間你可以輕鬆打造成為書房、瑜伽房，甚至乎麻雀房，又或者小朋友嘅歡樂天地。喺珠海嘅情侶路海景單位，喐啲就2-3千尺，500幾萬起步，但係喺海柏灣600零尺就可以享受升級版嘅 IMAX 海景視野。600幾尺嘅海景單位，空間着數，上車輕鬆，呢一個先至係真正嘅海景自由。仲有1400幾尺嘅單位可以俾到大家選擇，中意更加大嘅空間嘅朋友咧就啱晒啦。總而言之，由600至到1400幾尺嘅多元化面積同埋你想要嘅生活，呢度通通都有。海柏灣為你打造嘅雙會所，單喺樓下嘅海柏匯山海會客廳已經有23000尺，提供10大主題空間，搭配成個隔離海岸嘅會所、健身房、無邊際泳池都全部齊晒。住喺呢度，日日都好似包場5星級酒店咁樣。樓下超過130萬尺嘅商場，由華發同珠海免稅強聯手，打造最潮珠海商都。另外同步打造街市、餐飲茶樓，以後行街睇戲、食飯買餸一站式搞掂晒。海岸小鎮已經開齊晒茶記、美容同埋海邊夜店，最適合我哋班香港人經歷咗一個繁忙嘅 weekday 之後，再 enjoy 翻一個度假式嘅 weekend。超過200萬尺嘅海岸公園就喺樓下，平時帶啲小朋友踢波、踩單車，同啲朋友野餐，全部都非常輕鬆咁樣實現。總之，香港要跨區預約嘅生活，喺海柏灣落樓就有。能夠作出咁大嘅承諾，因為佢嘅發展商就係中國500強珠海華發。華發每年都接近幫助1萬個香港家庭喺大灣區成功置業。海柏灣作為1000萬尺海岸大城嘅巔峰收官之作，承載7期嘅超大體量，擁有7000幾戶業主嘅信賴同埋口碑。港車北上已經實施咗超過2年。港珠澳大橋口岸係唯一指定嘅通行口岸，越嚟越多香港朋友專登過嚟 shopping 旅遊，正係因為珠海嘅環境真係冇得頂。但要喺情侶路揾到海景樓，就只有海柏灣可以俾你用到上車盤嘅價錢，享受到一線海景豪宅嘅配置。仲有個好消息，未來深珠通道通車之後，直接連接海柏灣，日後無論交通定係資產潛力，都係肉眼可見嘅好。所以話20萬首期唔係支出，而係你進駐大灣區生活嘅投資。最後記得海柏灣成個盤只係得720個單位，過咗海之後就係你嘅海景人生。仲唔快啲攞起你嘅電話聯絡我，感受下呢個海景人生。